确实还没有要封城，也离封城还很远。不过，地方政府有鉴于各地不同的情形，要先做各方面的准备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昨天你才说不会封城，又要封城，是因为台北市在4月30号就要召集那个封城的兵会啊，你看就是这个中央跟地方是有一点不同调感。应该也不冲突。我想，我们指挥官、卫福部陈部长都已经讲，我们现在离封城还很远，这要感谢国人同胞，大家一起努力。我们已经连续12天没有本土病例，所以确实还没有要封城，也离封城还很远。不过，地方政府有鉴于各地不同的情形，要先做各方面的准备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吉里巴斯经过民主选举后，有不同的政情，我们严密的所注意，那我们也会做各种方面的努力，但现在情形怎么样，将来会由外交部统一跟大家报告。现在高雄市完全不会考量封城的问题，我已经连续讲了6次，在过去几天时间，我是丰臣秀吉的弟弟，封城不急。我什么时候说过高雄市要封城？我觉得好奇怪。谢谢新闻界好朋友，我已经大概说了6次了吧。现在高雄市完全不会考量封城的问题。今天我在讲第7次，我讲第7次。我身为高雄市市长，维护高雄市民朋友的健康安全是首要任务。但是现在高雄市政府完全没有考虑封城。为了怕误解，我再说一遍，放慢速度。高雄市政府完全没有考虑到封城。有人说我是丰臣秀吉，这样来嘲讽。我已经连续讲了6次了，在过去几天时间，我是丰臣秀吉的弟弟，封城不急。我什么时候说过高雄市要封城？我觉得好奇怪，酸言酸语、抹黑、造谣一大堆。为什么一个防疫正确的工作、正常的工作投入的时候，要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赋予一些奇怪的抹黑呢？我今天在讲第7次，封城知识体大，对高雄市民整个生活跟经济活动那个打击跟影响是不得了的，所以高雄市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到封城。今天我讲第7次，希望明天不用再讲第8次。第二，医护人员反对，可能他们因为误解联署，所以刚才跟大家报告得很清楚，其实只有3个重点：1、感恩的心，非常感谢他们；2、自愿参加；3、希望能够得到中央的同意，就讲完了。我们对所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尤其是在这高风险的这4000多位，还有其他相关的2万多位医护人员，以及本府第一线投入的环保、民政、交通、教育等等这些第一线的高雄市政府的同仁，我们都心存感恩，也谢谢市民朋友的配合。